喊定你挠哦。彤彤姐姐，你是在说感冒很讨厌吗？对啊，亮亮好聪明哦。喊定你挠就是好讨厌的意思。感冒的时候，鼻子就像水龙头一样，一直流鼻水。而且小蜜讲话讲到一半的时候，鼻水就会流下来耶！啊，好臭哦！好像真的有点醉，有点丑哎！啊，彤彤姐姐，你笑我丑！哎呦，没有啦，我没有笑你丑，小蜜最可爱了，没有了。对啊，小蜜最可爱了。我也这样觉得哎。看来这么严重的感冒，小蜜明天只好在家休息咯。哎，可以请假不用去上课，耶，好棒哦！明天呢是星期天，本来就不用上学啊。哈哈，喊得你挠哦，好讨厌哦！喊得你挠哦，好讨厌哦！哦，没打到，喊得你挠哦！彤彤姐姐那边，打到了没？又没打到，喊得你挠哦！丑！你看，这是我画的猫猫，好看吗？这张猫猫怎么有猪鼻子啊？这个猪鼻子有一点贼。那你看这张亮亮呢？哎，亮亮怎么也有猪鼻子啊？有一点贼。我觉得这样子很好玩啊。如果猫猫亮亮看到了，他们一定会很伤心。那我再画一张没有猪鼻子的猫猫跟亮亮好了。好啊，喊得你挠，小朋友要注意健康，不要生病咯。哈克布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张管聊。